叫你早点回来。我尽量。你拿照片干嘛啦？人家影片都做好，现在哪放得进去呀？这明天就要用了呢。其实没有关系，您可以再挑一些喜欢的，我随时可以加。是加得进去？可以。啊，你嘛咧啊，人拢用好啊，你这相片即马才摕出来。无时间啦，这毛紧啦，这毛紧，这我来处理的，我来处理。尽量找。不要紧，放心没事，后天就可以好。后天1月不好意思。哎呀，另外一件代志吼，想要跟你参详一下啦。就是迄合约的部分啊，咱敢会当先签落，因为一寡程序上的问题啦，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嘛，对吧？你家找遐电头来拢无好，无够好啦。我自细汉看到大汉，我敢会唔捌了。这我搁会当换啦，无要紧，这我来找，我来负责，无要紧。但是阮头拄讲迄合约啊，你免甲我伫遮吼，咧这个部分那个部分啦。你甲我讲什么程序签约，意思是安怎？惊我走去？无啦，无是安怎？无这个意思，绝对无这个意思。只是阮这做员工的公司有规定嘛，爱照规定来啊。若无照规定，阮做代志真歹做。你叫恁总经理来甲我讲啦吼，你莫甲我讲什么制度啦？制度是啥话个？奇怪我。歹势啦。喂，好，马上赶回去。相片是营养上嘅日记，记录等生活嘅滴滴答答，成长嘅记忆。没什么好害怕，没什么好。喂，我是罗翔。在灾难嘅下。迄讲抢走的那3样东西，当年出体会拿钱，还会去偷乌卡人的相片，因为钱财做得从来，乌卡的记忆，啥无办法去推去。喂，我送个饮料。喂。
陈慧玲是您的母亲？对，是我们。哎，陈明，来，大家看一下，他的母亲叫陈慧玲。陈慧玲，好，是，来，姐，帮你看一下。哎，米哥，小心！我们慢点哦，他声音啊，有没有？可以。可以啊。结结吧。好嘞，来，1、2、3。哎，生哥有没有？陈哥，你要多久？来，不好意思，很抱歉，对不起。阿先姨，要不搞阮领着吧？好，太保讲一下。阿贵啊，基本张拜托。好。贵，天数嘅也唔是做啦，去南港医院啊。硬做的，你问下硬嘅，要不咁硬然后洗班过去好。现在我要帮你冲洗了。好衰哦！这帮搞好弄了，你是要讲几次啊？就跟你说过，人都不在了，不会追你的，所有动作都要放温柔。去看医生啊！你还在那边干嘛？还有很多事情。去。报告室。好累哦。你不要揉眼睛啦！你怎么回事？你一点概念都没有啊！我已经连续出班3天了，好累啊。没办法，天灾，你自己找时间休息吧。我等一下还要去医院家送东西。眼睛好痒。不要揉眼睛啦，你。开车小心哦。来，走。楚太婆，你不用坐啦，我们来。没关系啦。太婆，你怀孕要不要在肚子上面绑一条红带子避煞？问心无愧避什么啊？而且你是穿校服的人才要绑哎，不是要告诉大家我是孕妇，可以不要一直跪吗？礼仪师绑什么？大哥，哎，麦孝，你今天休假，明天要提亲，回去。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啦，我来帮贵义的。贵义也要回去，他都来帮忙12个钟头了，你们都回去。太婆，不要管什么煞不煞，才刚怀孕，不要抬重的。我们来啦。吃饭没？
附近有家便当还不错，我帮你订好不好？你多少要吃一点啊？你是不是都没睡？等姑姑他们来，先跟姑姑他们去休息，好不好？我没有他们的个人照片。这张照片交给我，我们来处理。你有什么困难，直接说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好不好？我只剩下这张照片。阿胜，哎呦哎呦，小心！还好吗？没事。林医生，谢谢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洗手间。好啊，慢慢来就好。李医生，博雅的状况还好吗？目前效果还不会这么快得到治疗，可能需要一段密集时间的咨商，那药物的治疗也不可以停止。他母亲的状况不稳定，所以没有支持系统的后援，所以很有可能任何小事都会成为他失控的导火线。你还是要小心，避免他重复自残的行为。我会注意。来，你先收好，我帮你存进电脑里了。如果你有需要放大加洗，再跟我说。我姑姑说，你是为了要做生意，才会对我这么好。对家属好，让家属心安，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啊。如果姑姑想要把后续的事情交给别家公司办，你可以直接跟我说，不要有压力。抱歉。没事。天跟一条发，一条发，去的是红茶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哎，胖哥，这次啊，我一定把你打扮成一个型男。你看，什么都不用担心了。梳妆啊、头发啊、造型啊、衣服，反正什么都交给我处理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开玩笑，我可以当伴郎啊。哎，离过婚的伴郎谁要用啊？带赛，关你屁事。我有说我要伴郎吗？秋香，我们不过就是拍个婚纱照，啊，办到大家来夹一夹，安尼尔啦。不要。哦，不要。小恩，干嘛？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。我刚刚走的时候有看到议员，他就问我说那个田小姐，我说哪个田小姐？他说鸡鸡啊，结果搞了半天是你哦。
你叫田鸡姐啊？你什么时候叫田鸡姐啊？你不是姓罗吗？你怎么会叫田鸡姐？屁事！你好歹也叫罗田鸡姐。慢点消都很难。为什么不能叫罗小恩？为什么要叫田鸡鸡？不说话。吴议员那边你不准去。让我去，不然我这辈子就没有理由再看到我妈了。议员夫人是你妈？议员的妹妹。哇！哇！所以，不管他们一家人是鸡犬不宁，还是和乐融融，你看了心情一定都不会好嘛。万一那个自命清高、满嘴仁义道德、爱钱爱面子的吴议员知道了，他会怎么样对你啊？不准去！即马人头的部分已经照你的意思换，唔知影即马换的你有介意无？你若是感觉适合吼，就安尼定啊，好无？哥，车的电头敢会足贵？那是咧偌贵啦！啊，爸伫地方贡献遮尔济，啊，那个车贵啊，电头是安怎？这拢有人赞助的啦，这毋挣钱啊，咧烦恼，这敢都需要咱来出了。你是家己爱民主啦，啊，足低调的啊，用甲安尼劳民伤财。我就甲你讲，这毋是民主问题，你来拢听无啊？我伊的意思是讲，你的人民真，你的人民真快啊！这都，等你咧学是安怎教册，我都想无啊。我啊，你来干什么？这么晚了，你来干嘛？我刚下班，过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。田小姐你好，辛苦了，你要不要吃点要吃点东西还是？不用不用，应该还有一些。我不饿，谢谢。对啦，做啥物行业吼，我较轻快啦。特别是做恁这大的吼，那接到阮这种大客户，以后对恁公司应该真有帮助啦吼，是毋是安尼讲？是你们多关照啦。服务业嘛。没有，他们前一阵子他们公司那个前地震，他们也有出去那义务帮忙，那个也很辛苦。那你如果不嫌弃，就吃一点嘛。真的不用吗？你做啦，我去用。那个，汤要记得弄热哈。那个就做啊，不用客气。谢谢啊。我先去上下下。真罕得咧看到李医师对客户这么有感情。现在服务都比较周到嘛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是对你的边仔认出你的。你细汉时我捌看过，罗大德的查某囝，
伊即摆出现伫阮兜要创啥？你有啥目的？我不太明白议员的意思是。一定我甲你讲白就对啊啦。阮小妹就是生你的老母，当年是一个堂堂的大学毕业生，前途一片光明。结果去爱到恁迄个黑道混不下去，佮转行做殡葬业，连高中都无毕业，会客人啊老爸罗大德。结果恁老爸在阮兜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啦。啊是讲可怜我迄个小妹对伊吼凄惨落魄，到尾也果不理想才离婚。但是伊即马嫁这个教授，人家生活过得很好，很安定。我无想要佮恁罗家有任何牵连啦。谁想要跟你们有牵连啊？我叫是署名去找你了后，你应该是袂阁出现啦。啊，你一出现，你到底是想要创啥？你讲啊？分财产啊！怕了吧，阿姑。春天跟一天发，一天发，去年四行茶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分财产啊！怕了吧，阿姑。田小姐，那个饭菜已经好了，你们留下来，要留下来吃。把包包油炸照了。够，无啦，我留下来吃，谢谢。歹势啊！头拄我较想到讲，我们之前好像还没讨论过告别式当天我们出入的动线啊，唔知影你有啥物意见无？那个田小姐，你还有胃口吗？好，那汤还够热吗？累了，我先去睡觉。你等很久，不好意思，现场有吗？现场有。议员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真的是打搅了。如果之后还有什么问题，随时打电话给我。今天先告辞了，先走了。谢谢。那是没辛苦。不会，应该的。嘿，还有啥物代志？以后这查某囡仔袂用搁踮咱厝出现啊！啊，若无恁这个 case 就做到这为止。啊，恁元福伫地方就是要甲我作对的意思，袂偌好做啦。
我的艺术天赋啦哦。我爱，你都爱你们关系嘿。你一定要搞这么尴尬吗？你不要管我！干嘛啦？你为什么要在路中间啊？你唱的懂唔爽？懂唔做得冇？你唔爽，就很莫来一言不卡咩？为啥啲嘅你全出係挨冇去啦？你唱的上流嘅唔係演藝嘅架講，你唔係喎。再過來，尤其非是我已經唔去睇下妹妹洗嘅飯。就算將來連相片都沒有，我起碼還有一個很好的記憶。我錯了，我真是錯！我幹嘛要上門自取其辱啊？好了，我知道你受委屈，回去。我不要你安慰，我们回去了好不好？我拍兩條你中意啊！所以你提講嘛該啊？所以你提講嘛該啊？你這家姐做嘛就好了呀？好啊，你聽這家姐做嘛？有錢你嘅面凶，你關的嘛？招知己來，不知己去。誰反誰使你反使你，誰反誰使你反使你，仲不如定你牢，公開公開的打死，又拿你使你嘅情緒不用度底度。你既然穿着制服就是原副員工，要負責。你這樣啦，離我遠一點，你不要管我。桥都坏了，哎，吃饱吗了？啊，那祖宗会不会生红毛了？哎呦，用姜了，生狗了，用啥疼恋啊，含糊我，甜蜜蜜的。你看哦，就是失恋啦。啊，没啦。老幺嘞，好色了。今日用可能咱準備愛心早餐哦，看有姜粥了，這姜粥心情要變好了啦，樣啦，吼，還有個奇異果了吼，加個維他命 C 動多了，還有木炒料了，拿燈啦，然後這樣炒料片啦，吼，不是都活力滿滿好炒哈，來炒啊，樣色高誒，拿這。啊，還有呀鳳爪茶哦，帶電哦，食味哦，食到要期待哦。佢隔壁也也大早去市場買咗嘛，佢天上班做些青好色嘅咖啡呢。對啊，喝了晚上哭比較大聲。哎呀，佢做些做鐵橋呀，冇做嘅，我老阿姨講過呀，佢青島都冇人買大陸麵。係啊！啊？買嗎？哦，大陸麵啊！唔曉得講，反冇講。呢度卡冇人做啦，冇呢度卡，係做卡。你講我寫條畫嘅，我想講啦，唔怕。你落緊嘅那樣是看見人開嘅，啊，好嘛？晚上你就好了嘛。歸依，你在哪里？啊，你幹嘛趴地上啊？好黑哦。你幹嘛呢？我看不到了。你講啊！哎呀！吳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剛才車來了。哎，謝謝。謝謝。阿梅，等一下啦。
用完了。你还没来出啦？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吗？多久了？大概2、3天了，有时候也会长在别的地方。你不要再碰了，我建议去大医院检查一下。我看感染成这个样子，有可能是蜂窝性组织炎，严重有可能还需要截肢。啊？这是最坏的情况啦，所以我们去大医院检查一下会比较好一点，那边设备也比较好。哦，这是不是人家说的尸毒啊？在医学里没有尸毒这种病，在任何情况底下，如果细菌感染的话，都有可能造成蜂窝性组织炎。亲家、巧妹，按子说啦，汉英哦，俺再带文浩去太医院哦检查啦，呀，没事情啦，我们是谁？我们是谁？不是谁了，不是谁了。亲家，会不会叫得太早了一点？亲家，巧妹，亲家。身体都养好了，可以回来工作了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哎呦，上周在上班嘛？懂后，去跟阿彪辞职，回来上班。OK。是。我们元福发灾难财，抢灾民的钱，谁说的？这是法医开的证明，其他的事情后面的礼仪公司会帮你处理。那之前的花费我们还是要收的，费用我都跟姑姑说好了，我帮你们估价也放在里面，别人跟你们报价你可以参考一下。小恒姐，谢谢你，对不起，我让你白忙了。不会啦，还有这个送给你。谢谢你。没事，要记得开心。你很勇敢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我发神经啦！赚灾民的钱干嘛？会有报应的。做这个是做义务的，到底是谁在背后重伤我们？不相信元福的员工这么缺德，Johnson也改了这么多了啊！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干的，我折断他的手。不要动到胎气嘛。嘿啊，挨马动考唔乖，同行味都抢胜利，安尼动来动去，连外人都看唔起人家了。谁看不起？是谁？谁看不起什么啊？莫说话，因为蜂窝性组织炎，有做仗义也好，本人推翻的呀。也哈规间的公司啊，无一项事情本人欢喜的啦。我拜托结婚，又唔系，
叫你们每一个人要做健康检查，没有人要理我，非得身体烂了，被人家退婚了。呀，他那是不偏的，还检查嘛人咯？你休息。你要问啊？大哥，怎么啦？怎么啦？啊？我一肚子大便啦！哎，真的，来，听啊，大家听我老师啦，大嫂注意哦。什么东西啊？你是不洗手乱揉眼睛被感染，又不是瞎了，自己看。呀，呀，嘿，慢慢爱心，爱心啊啊！法医杨日松欣赏的解毒秘方，哎，主神床啦。今日开始，我向用神秘的水来洗身，并搞出去用贵妃的皮肤，缺点可破。哎，你不拿歪啊！告诉我伤者在哪里？几个人受伤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就这几个啊！哦，你看看我们麦校被退婚了，手放下来。哦，被退婚了还这么开心啊！哎，不会，有啊，唔看哪身呢？哎，你看，强强这边的独行侠、独臂侠的，陈明发烧都不卡，所以3日，安尼还唔老。爱做亚红啊，作为医生员的，大摆去参加好事啊，应该看我像看到鬼哦。也还好，跟吃咖喱，做的盘细致，一天到晚盘到看脑胖的喂，你就按龟毛，你都讲唱嘛。那个美国时间，哎，大夫哎，是谁？爱夫去做总干事，原来是做的。万哥，唔会哦。跟日本人啊，好事坏事全部把空间公司拍呢，人家都当然做得了呀。大夫哎，拜托，你都提振来上出的事宜，唔结婚好吗？爱赞助。做你老婆挺同的把种，懂挑你哦。要死啦！我也要赞助，我要当伴郎，桂姨就跟我一起当伴娘啊。妹，你提出来安尼，看得，亲无马枪。哎，阿三哎，桂姨排谁哈？还有哟，你得看，安尼去嫁个倒哎。你们慢慢玩，我去大便。啊？有，你都冇識上床咩？出面生，做嘛？甜鸡鸡。爱啲迄爱唔错，爱老用费事哩，歹势。啊？歹势。关系咧，谁每人总会老脾气啊，不用都对己好给你情况啊。也不是第一次凶我了嘛，习惯了。你术语有考虑吗？啊，因为我使用的是我，拖咗3多咧，拆都唔拆。你多細個人咧，自家還唔會照顧自家。唔會，又沒有家人，誰照顧我？你啊？懂的。
会不会啊？会。哎，忍一下，轻一点啊。给你啊，今日出查甫阮送到医院，夹把又出过，探望转。再过来才发现，基本上係一家。你可以給你，就無可能佇遐集團，留佢搭趴落，唔得嘅。莫講係唔係什麼朋友，就連係普通朋友，就無可能。愛弟，不過同情久咧，會變到關係，關係會本期留到係愛。什麼？我唔知將來會發生乜嘅事情，還是想講，唔是的愛。下车。王佑威，我回家好不好？你要干嘛了？我累死了。你累，我也很累。那你要干嘛嘛？我们现在去找小林讲清楚。我现在办我爸的后事，你不要节外生枝好不好？没有人要节外什么事，他他不爽是他家的事。你有想过你这20年怎么过的？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。你会处理，你只会逃避了。每天在那边吃药睡觉，没事就躲在浴室里面哭。你当我白痴？你外面小孩我不知道。走啊！走啊！你知道你为什么从来不问我？啊？你为什么从来不问我？每个人他都有自己不想被人家知道的秘密。那你现在问什么意思？现在是因为老天爷他给你一个这么好的机会，让你好好的去能够弥补他，你要去面对啊你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从一个小孩子的立场来看，他今天是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小孩，你知道这样子对他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讲同理心那一套？我听100遍了。同理心是最重要基本的人性，好吗？是你学生。歹勢啊，我做不定想喺上老家公念香，再個靠你一拜，沒想到事情會變到安樣，真嘅歹勢。不要因為我和你們吵架。不，我們不是在吵架，我們不是在吵架。你不要因为我影响你们的家庭，不值得。那个没有值不值得这件事情，那个就是每一个小孩子都应该是父母的宝。好，那我们真的没有在吵架，我只是在处理他那个内心深处的阴影而已，就这样而已。对我有阴影，我该死。不，全部就会眼唔錯啦，全部就因為眼，睇唔到。那我们把心中的阴影和过去不好的记忆都删除，好吗？
啊，对，就是我们就把这些不好过去都删除，然后就都丢到脑后去啊。那我们就一起共创那个就是美好的新的记忆啊，然后一起就创造美好的未来。那我们可以先就一起吃个饭，好吧？那就是一起他们家人吃个饭，然后顺便谢谢那个赵先生，就鼓励他去找你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好。我喊的吧。走对了，来，坐回来，我们再拍，来，一起。下唔伫健哥为运用的个心情，去看头摆嘅相片。无听错位唔记得做嘛爱拍那张相片，唔过人听错位记得拍嘅时间，系嘛嘅心情，系嘛嘅气氛。阿曉嘅，你做乜主動人咪唔冇做到喇叭講，應該人搶人讓錯嘅。你嘛個冇嘅了，都冇搶佢了，hem佢即刻來了。佢咪做我做嘛？我想死下個啊！你都搶邊看搶嘅？娘哎了，我做到安尼了，都冇人跟我講了。給我趕緊過生。裝的裝的，沒有人稱讚我漂亮了，奇怪了。哎，田先生，你好，哎，那我是祖米的老公，你好，今天初次见面，非常高兴见到你，非常高兴见到你。哎，你坐，好，是罗先生，罗太太，哎呀，你好，那这个是我养的小孩。哎呦，安胎了，对，真是安講了。哎呦，俺沒有了，有呢。哎，小姐在，哎，看着。你了，很帅，有没有？啊，叫人，哎，对，先坐，大家先坐嘛。没有这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聚会，我们应该要先拍张照片，对不对？翕相啊！对，翕相啦！眼里上度，眼里分数，某一张相片就代表人生一个片段交集，某一种就空等某一三年无同样的人生故事。其实办这场追思会根本就是个笑话，不管办几次，阿姨也是不会回来的。你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？来翕相，唔要叫模擬工作，又要叫黃太太，老實同講，佢也都唔咩嘢經驗啦。我同講啊，冇咩事情㗎。有看到你爸了，有一天麼？我問佢到底要做嚟食飯麼？唔知你走去哪了？春天嘅一條花，一條花，綺麗似紅茶，塗顏好散發。一條